各位演歌朋友，你哋好啊！青年人、大學生人，你哋好啊！我係中華福音教會伯明翰堂嘅教友，中華福音會伯明翰堂輟青團契嘅團友。喺2014年9月27號喺下午2點到7點有個迎新 party， 請大家踴躍嚟參加。我哋導師係江永祥先生，英文名係 Evie。等我畀佢個電話你，07786220617。我係 Peter Wong，中文名係黃崇正。請你哋帶朋友、帶你啲同學過嚟迎新會啊！2點到7點，2014年9月27號係今個禮拜六。我哋個地址係美歐博附近。我哋個 postcode 係 B11JG。當日係有嘢買啦，有嘢玩啦，有師兄分享啦，有嘢食啦。請大家踴躍嚟參加，翻到嚟我哋教會。另外仲有迎新 camp， 係過咗3個禮拜後。請大家踴躍嚟參加啦，到時見啦，拜拜。